大家都講揾食艱難，有人失業3個月，有人失業半年，有人話老闆對你發脾氣都要忍住，唔好隨便辭職，一定要保住份工。另一邊，唔少餐廳日日貼住急聘服務員，門口請人，網上請人，介紹朋友仲有獎金，但請返嚟嘅人做幾日又走。有調研顯示，餐飲一線服務員年度流失率高達 89.47%， 即係話10個人入職，1年之後可能剩返1個。奇怪嘅係，同一時間你行出街戴住頭盔孭住保溫箱嘅外賣小哥反而越嚟越多。同樣都係10幾個鐘，同樣都係辛苦，點解越嚟越多年輕人寧願35度高溫揸電雞送外賣，都唔願意企喺冷氣餐廳做服務員呢？網友一句留言幾乎講晒原因：送外賣最多俾平台扣錢，做服務員扣錢不但止，日日仲可能俾人當吹氣袋。有人話後生仔怕辛苦，我反而覺得後生仔唔係怕辛苦，係開始識分乜嘢叫做值得受，乜嘢叫做唔值得受。2026年餐飲企業發展報告提到，2025年餐飲收入5.8萬億，同比增長 3.2%。餐飲服務員招聘薪酬約為4,800，同比上升 15.7%。廚師招聘薪酬更係高達6,389，同比上升 12.3%。一線城市單員工綜合成本已經超過6,500。另一邊，餐飲業年均人才缺口180萬至200萬，服務員、廚師係最突出嘅缺口崗位。年輕求職者更重視彈性工作時間、職業發展路徑以及人性化管理。餐廳唔係冇生意，係冇人願意留低做。有餐廳老闆坦言，依家最難請嘅唔係廚師，反而係服務員。招聘廣告長年掛住人工由3000加到4000，流失率依然好高。問題真係人工咩？小編覺得未必。假設2份工，第一份月薪6500，日日俾人鬧；第二份月薪6200，日日自己一個人跑，你會點樣揀？好多00後已經用腳投票。阿傑今年23歲，中專畢業之後，第一份工就去咗一間連鎖茶餐廳做服務員，底薪3200，加上全勤獎、加班費，一個月到手大概4600，每日朝10晚10，中間休息2個鐘。高峰期一個人要同時照顧700張台，客人催菜、加單、退菜、埋單，1分鐘都冇得停。有一次，一個客人等咗10分鐘都未上凍檸茶，即刻拍台鬧人，仲要拎手機拍片，話要放上網。明明落單系統出錯，但最後俾店長鬧嘅仍然係前線服務員。阿傑做咗半個月辭職之後轉去送外賣，第一個月收入6000左右，落雨照跑，夏天曬到條頸甩皮，冬天凍到手指僵硬。有人問佢跑外賣唔辛苦咩？佢話辛苦，但至少冇人企喺我面前鬧足我10分鐘。呢一句話先係今日真正嘅重點。好多人以為年輕人揀工作只係睇人工，其實而家越嚟越多人開始計另一條數，情緒成本。以前做服務員，客人多數都係會講唔該，麻煩你。但今時今日，唔少消費者覺得自己俾咗錢就等於買咗一個人嘅情緒價值。雲吞麵慢咗5分鐘，鬧人；凍檸茶唔記得小冰，鬧人；打邊爐漏咗碟肥牛，又鬧人。唔少餐飲店都曾經出現顧客辱罵店員嘅情況。好多前線員工接受訪問嘅時候提到，真正令佢哋想離職嘅唔係搬碟，係每日都要消化陌生人嘅情緒。再睇送外賣，平台有平台嘅規則，超時扣錢，路線遠少少，單價自然提高。最多自己辛苦啲，但至少大部分時間一個人拎餐，一個人送餐，一影相就搞掂，唔使全程假笑，更加唔使陪住一個心情唔好嘅客人20到30分鐘。送外賣嘅自由，其實自由嘅唔係時間，係情緒自由。如果一份工日日都令人懷疑自己，人工再高，可能都未必留得住人。如果一份工雖然辛苦，但起碼可以堂堂正正完成自己嘅工作，好多人反而願意繼續做落去。餐飲業真正缺嘅可能從來都唔係年輕人，係一個可以令年輕人願意留落嚟嘅工作環境。人工可以慢慢加，技能可以慢慢學，但尊嚴、尊重一定要由第一日開始。最後想問大家一句，如果同樣都係6000，一份係送外賣，一份係做餐廳服務員，你會點揀呢？歡迎留言俾我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